今日在2026年4月8日，唔該，請問廉政公署署長同副署長喺咪度？SPC 署長、副署長，你班強姦犯躝出嚟！請你，喂，我錄住先，呢個廉政公署。喂，靚女，廉政公署署長喺咪度啊？嗰兩個仆街，強姦犯殺人犯喺頂層殺人喎，喂！之前我查到喎，廉政公署嘛，嗱，我錄埋我啲樣貌啊，喂，上網睇下靚女，喂，呢個廉政公署，唉，時間屌你啦，冇臭係嘥撚晒添，冇乜人，我揾廉政公署 SPC 處長同副處長，請你哋幫我聯絡，叫佢出嚟。唉，我好撚痛苦啊！我真實姓名麥志成，今年39歲，居住喺香港鰂魚涌街泰城樓地下 H 室，聽唔聽到？阿廉政公署 SPC 阿處長同副處長係咪喺度咧？請問，因為廉政公署嚟噶嘛？呢度咧刪咗咪，唔使用咪嘅。啊唔係，我話我驚你聽唔到嘛，先生啱唔啱啊？啊咁你喺咪喺度啊？你想揾邊位而家？阿廉政公署署長同阿副處長。你係點解想揾佢？啊？點解想揾佢？我點解想揾佢？佢因為貪污屈我。係啊，你睇下喺邊度啊？咁我不如幫你聯絡呢個舉報中心好冇？嚇？舉報中心。舉報中心咪有？啊？做咩要攞部電影變形金剛4屈我入去坐監咧？攞本劇本嚇？同外國人啊，我查得好辛苦喎，先生。我唔係難為你啊，我又唔係玩你，我揾嗰啲人啫，唔係揾你啊。明唔明白？明白啊？聽到。啊，咁佢喺咪喺度咧？1至10樓嘛，走得最快啊嘛，諗住啱唔啱啊？我哋咁啊唔清楚。啊又唔清楚啊，特登喺頂層，唔係佢特登喺頂層啊嘛，特登調落1至10樓啊嘛，啱唔啱啊？我查到啦，嚇做咩強姦人啊？喺頂層以前做咩強姦殺埋人？做咩？處長同副處長喺頂層，廉政公署強姦殺人，為什麼？佢喺唔喺度咧？請問，唔係請問佢喺唔喺度？喺度啊！喺度，唔喺度，唔喺度，唔喺度，我聽日再嚟過啊嘛，唔好得嘥大家時間啊嘛，啱唔啱先？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先生。誒，有咩喺度傾？我揾廉政公署署長同副署長去膊頭去證件係 SPC 嘛？登記證件。誒，我睇下佢喺唔喺度，佢喺度我咪登記咯。啊，我唔驚死㗎。Eric，你嗰個？唔係喺度就喺度，唔喺度又唔喺度，先生又唔答我啊！屌你老味係咁撚粒水嘅廉政公署署長同副署長 SPC 嘛，廉政公署嘛，署長副署長嘛，18黑警嘛，啊，18個黑警嘛，嚇，跟住阿董建華扎職㗎嘛，屌你老母垃圾唔撚緊蒲頭啊，畏罪潛逃定咩啊佢哋？唉，唔講就算，我走啦，喂，我走先啦，啊，我去差館啊，慢慢再報下警先，北角差館近啊，誒，錄住自己先啊，去北角差館啊，哎呀，垃圾垃圾。廉政公署真係冇撚人。